旧日市府以车顶大厂来示范推动5G 专网甲人工智慧技术的成功案例以后，今年伫国家发展委员会支持大雅电缆的投入，以及先锋机械甲成龙科技的合作，将1笔5000万的数位实验专案，注意嘛特别揽下见证5G 台南队的实力，肯定该产业的升级，就是台湾智慧制造的指标。5G 的这个示范计划城乡的推动啊，我们要寻找其中一个项目就是智慧制造。那智慧制造我们就知道，事实上包括大雅的这个电线电缆哦，还有先锋机械，然后他们找到了一些合作的这个成龙，那这个真的是强三者强连合作，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，如果这个案子可以成功的话，可以把这个案子成功到全台湾很多的。包括这些传统产业也好的智慧制造，重新发展起来，提升它的这个制造效率甚至也可以把这个整个 solution 输出到海外去。那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指标性的案子。那国发会也会强力来支持，希望这个案子可以成功。为了国家发展委员会小厅甲民间企业的投入，台南市将持续推动中小企业数位转型，提升生产的效率，对台南队开始拼世界杯。台湾的传统产业跟现在的半导体产业都非常强，但是尤其在传统产业，过去台南有许多隐形冠军在那边。那我们面对这个国际的竞争，其实以及5G、AIoT 还有这个人工智慧的竞争，我们不能够落后，而且所以说非常谢谢国发会在第一时间就能够挹注我们，能够结合我们这么多不管是成龙，不管是先锋，不管是大雅，他们都是非常绩优而且非常好的企业，能够协助我们传统产业能够这个更上一层楼，打世界杯。那在这个激烈的国际竞争中，能够将5G垂直场域的这个垂直整合，能够让许多这些传统产业在增加良率、减少人力大大提升效率的这个制造里面，能够在世界的竞争中脱颖而出，这也是我们这个实验的最重要的原因。根据了解，台南每一档有4成的产值拢是来自制造业，嘛算是台南的产业经济中心。所以以后如何节省人力，用智慧科技和产业升级，拢成为企业的趋势。台南新闻郭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。